无妨，醉酒而已。醉酒？三公主平日里那可是千杯不醉啊，昨日怎么会一杯就倒？这绝不可能。啊！三公主，你醒了。这梦怎么还没做完啊？不，怎么还没做完啊？难道是韩硕把毒酒换了？不是现在演员改剧本都不跟编剧商量的吗？那我怎么才回得去啊？啊，不行，太疼了，不行，太重了。晴儿啊，人固有一死，死不可怕，可怕的是都开机了，你还没交稿呢。万一梦里的死就是现实中的过劳死呢？跟先生说，感谢临场发挥的演员，给了一个年轻编剧自我认识的机会。可是我要怎么回去啊？华阳泉儿郡主陈楚楚，历经磨难，终于登上城主之位。陈楚楚继任大典上，天降祥瑞，日月同辉，天门大开，异彩漫天。天哪！如果我需要做完这场梦才能醒过来，天降异象，天门大开，那我岂不是要坚持到全剧终？等等，没有韩硕帮楚楚，他怎么当上少城主呢？韩硕，子睿，韩硕呢？人在天牢，今日未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，别说了，赶紧说。城主怀疑韩少君入赘另有图谋，所以要趁着昨夜的事，刀下留人，母亲。摘桃除根。三公主，少君，我们的人已经候在外面了，随时救我们出去，只是取得龙骨的计划。吩咐下去，今晚就点燃狼烟，明日玄虎护城军南下，攻占花园。少君，三思啊，这龙骨不要了。这还没取得龙骨呢，仙就被陈芊芊给气死了。我现在恨不得立刻活捉花园陈氏母女。陈芊芊，凌迟处死，活剐3000刀，少1刀都不行。少君，您先息怒啊。俗话说得好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三公主放弃龙骨啊！